者，咱看到疫情管理的观念，豆豆为隔离转变做教化。监所内的劳动工作也才是课程，深受对着卡步咧。近年来，法务部发出着一监一特色，希望受刑人伫个监所工厂学享一技之长。但是一个月工资像这个记纸只有500块，这个委托加工800块，安尼劳作金，你认为敢有合理咧？根据着矫正署公布的数字，受刑人每个月基本的生活费大约爱3000块。当这个工课所赚的钱，参家己嘛饲袂起的时阵，有的受刑人参破病，拢唔敢去予医生看，甚至都爱搁厝内底人寄钱来救济。天堂内另类的职业场所，敢真正会当带着受刑人走向富贵之路咧？继续来探讨。那这边就是我们的第一教区，这个委托加工一个月大概500多万。他的劳作是一个处遇下的一个反射利益。通常学习一样技法，通常需要差不多3年至5年的时间。其实我们现在的整个矫正系统只有一个隔离社会的效果而已，危及的已经不是单纯的人权问题，甚至危及了他的生存的基本权利。其实宪法里讲的基本尊严的这个部分是几乎是荡然无存。好。这个一工厂今天就有162个人，那我们在做织品的一个加工。报告了，1公1到162，占位17比4到145，报告完毕。好，谢谢。今日台北加工，亲像教室的场景，就是有风景过的受刑人，每礼拜1到拜5上班的工厂。这边是我们的委托加工的工厂，那我们现在委托加工的类别大概有分为织品的加工，大概是纸袋、纸盒，或者说纸莲花的一些制作。受刑人后抓地的动作拢真流利，有时因卖开工，工作的气氛真轻松。每个月也都有劳作金会当领。所以要实际来看有一些都是以讹传讹或既定的印象看那一些什么《监狱风云》那一些电影，你也可以听到，就是说他们在作业期间是可以聊天一些谈话不是外界想象的必须静默那我们一声不响的这样默默的工作，当然不是。你要上厕所或者说任何的一些问题需要反映的话，我们随时都可以跟工厂主管来做一个反映。那他们每天会有规定的作业的课程，那完成之后我们会给他们做一个打分，做一个平均的劳作金的一个发放。所以你不能偷懒人家折100个，你折10个，然后你要跟人家拿一样的分数。金黄8店豆干是台北加工卖了上好的人气商品。我们就是会公开报名只要你真的有意愿来选，被选上，你就可以留下来。伫大店头前手拢无停，高温更加是考验体力。虽然辛苦，嘛互受刑人会晓一项技术，未来离开加工嘛加一份工作机会。在监狱里面，他们在这个环境下没有事做，他们就很专心的。也许去外面很多诱因的，回到原来的本图什么，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就是说，我们是给他一个机会啦。为了让受刑人出监了后会当适应社会生活，矫正署提供有薪水的劳动工作，包括监所以外免靠手铐甲骹铐的外役监，以及监所外自助作业。监所内的作业有处理监狱内底行政事务的行动作业，以及委托加工，接受中小企业的订单、凹纸到3个等等，无需要技术标准的工课。也有监所家己开发自产自销特色产品的自营作业。尤其2005年，矫正署推动一监所一特色，让全台所有的矫正机关开始找结合地方特色的产品。像伫台北加工，除了豆干真有名，药炖排骨含鸡汤的料理包嘛定定卖了了。台中女子加工上称的是经典的巧克力豆，桃园女感觉的热门产品是南枣核桃糕。这个监所特色有偌好卖咧？台北加工的豆干2013年总共卖出18000多包，迄监所等超过115万。受刑人创作的沙画收集达到141万多。
台中加价的江湾区更加带来800多万的收益，未超过50万啊。台南加价上有名的两港，一年就卖10万包，赚12万。屏东加价的豆油上赚钱，卖8万4千公斤，2000多万的新台票。他有作业的这些收入，上个月大概一个人可以5000多元的这个，现在我们平均来讲有高一点。上个月数据来讲，我们全间的平均在这个委托加工，每个人收入大概是500多块，然后视同作业的部分大概是800多块。我们在监狱行刑法里面有规定这个收容人的这个劳作金的一个分配的规定，作业收入扣掉作业支出，大概60%会归为收容人劳作金，但10%还要提供犯罪被害人补偿金。他的劳作金是一个处遇下的一个反射利益，不是说让他监狱里面来，真的是要来赚工资。劳作金这个部分，我们当然目标也会是希望是说大大的提高。109年7月15号修法，我们就将原有劳作金分配给受刑人的比例37.5%，现在已经提升到60%。虽然劳作金的比例已经受法提悬。不过，对受刑人来讲，付出同款的气力甲时间，会当换到的劳作金拢无同。尤其委托加工的受刑人，每个月会当领到的钱无够1000。那老实说，大家都知道劳作金过低，同学在里面生活其实不是吃免钱饭，就是有一个住的地方。那的确也有一个餐费，但那个餐费是很低的。每个成人监狱里面，它是1个月的餐费就是2000块加燃料费。它是一个维持一个很最低的一个生活的情况。那其他包括像卫生纸、你的生活用品的卫生衣裤啊，各式各样或女生的一个卫生的生理用品，全部都是要自己买的。那我们做过调查，那矫正署自己也曾经提供数字，就是3000块。世家绝对不是吃免钱饭，因为接甲服刑1个月的基本开销就要3000块。这对1个月劳作金无够1000块的受刑人来讲，免怎过？若是破病爱找医生，挂号费加上车资，完全都无法度负担。来，同学听到这里，现在念到号码了，请你着装，准备看诊。同学们告诉我们说，他们因为没有钱，所以他们不敢看医生。2代健保是把监所收容人纳进去，可是你还是有挂号费啊，就跟外面的人都一模一样，到医院去才能做仪器的检查。那你就变成你要借户外医，那借户外医的车资其实也是收容人自己付的。那监所常常都在很远的地方，像东部的几个监所，借户外医的那个车资可能要接近1000块，他就会觉得说我尽量忍，我不要说好像还要花这个钱去做，所以他所危及的，其实我觉得已经不是单纯的人权问题，甚至危及了他的生存的基本权利。其实宪法里讲的基本尊严的这个部分是几乎是荡然无存。劳作金毕竟不是像一般外面劳工的一个薪资。就像外面一般劳工，他可以做足8个小时，监狱里面他作业只是他处阅的一部分，他还要运动、洗澡、吃饭、看病、接见，还有参加文康活动，还有一些专业性的治疗，他的作业的时间其实是很有限的。每当强迫劳动，又该兼顾法规的功能。矫正署想尽办法，引进更较侪技术训练到监所。它这个作品是我们7陶合一的作品，那它比较特别的是，我们用手工手拉胚拉制到我们喜欢的平行之后，等胚体完全干覆之后，我们在外面再包了7层的布。那布胚它在日本的漆艺界里面是最高档的。当刑期的收容人在监所专心学设计，嘛学到一身的好手艺。学习样技法通常需要差不多3年至5年的时间。鱼的部分是我们用日常生活中最常看到的蛋壳，我们把它敲碎之后，一片一片去把它镶砍上去的。这个是我们北监最特别的一个东西，叫做提梁倒油。我们只要把我们要装的一个酒器把它倒下去之后，摇个2下，它就进去了。那目前我们这支酒壶是我们全国52个矫正单位，只有台北监狱有办法做得出来。目前在台北
北监狱收容了大约将近4100多位的收容人，而有高达80%左右的收容人可以在台北监狱提供的22间工厂里面学习作业内容，这也能够让他们在出狱之后更快与社会接轨。是讲对甘肃来讲，无论是稽查科，也是主导官，甚至是用雕刻刀制作刀具片，拢都爱承受极大的管理压力。还要考虑到戒护方面的安全，一些比较危险器具的工作，我们也不敢来引进，我怕会造成这个，比如说收容人之间拿起来做互相攻击的工具等等，这些都是监狱里面必须要考量的，也是一种很不得已的一个作为。木工厂的作业环境需要使用各种工具，作业结束的时候，确认每一个工具是否有归还数量，要做一个清点盘点。像我们这个刀具跟外面来讲也是比较特别的，因为在这个后面我们都会加上链锁，平常都是上锁，给谁领用都要我们做一个记录。另外，管理人力的报告，在超销受刑人的台北价格，嘛是大问题。国内监狱来讲，你看这工厂160几个人，只有一个工厂主管要求纪律要从严，100多个人冲突起来，整个秩序就乱了。监察院的一个调查报告。在邻近的已开发国家，包括日本、新加坡等等，他们戒护人力比大概是1比5，而我们目前矫正机关大概来讲是1比10左右，也就是相差了1倍。矫正署为了一当让受刑人登记厝的路更较顺，减少经济学习机会。不过对受刑人来讲，假释出狱了后，敢真正就会当利用这个技术找到工课。折纸袋、折纸莲花，或者是那些很简单的技艺，其实是对他们来说是绝对不可能靠这个能够回家的嘛。回家以后也没有这种工作可以做了。沙画就是从构图到完成，可能一幅画就是要几个月时间。当他出来以后，可能这个就没办法作为他的就是谋生的工具。可我常会觉得烘焙超没用的，因为就是有多少面包店可以这样开？还有最近很流行的咖啡的一个烘咖啡豆的，或者是那个冲咖啡的这个班级，也每间所都有在开。可是我也会说，台湾的咖啡店倒得比成立的还快啊！想说这个有可能成为一技之长，我觉得就是会有一点脱节。根据人权团体观察，矫正署本意良善，什么或是爱对得到时代转变的脚步。若无矫正改化、改革自身的机会，就干那是公共的名。作业这个东西，必须要让它能够衔接社会，在回家的路上是比较顺利一点的。整个矫正系统过程里面，其实就只有一个隔离社会的效果。人权团体也建议向各国学习，在甘肃深化传承传统的艺艺。在日本的例子里面，其实日本有很多的传统文化、祭典用的东西啊，其实反而是在监所里传承的，就是反而就是不是让它只是杀时间，而是真的很细腻的去希望把这些东西可以留下来。那以台湾来说，我觉得台湾监所可能最接近的可能就是花灯。政府可以做的、国家可以做的事情，其实是可以多开一些中途之家。很多同学出来没有落脚处啊，他就是可能会去找我刚刚讲说临时工，是因为跟着工地就会有公寮住，他就不用再去找一个住的地方，他甚至也不用说可能必须在街上住或各式各样，因为居住是一个非常非常昂贵的东西。矫正机关打拼强化矫正的成效，对观念进步，需要改变甲提升的，嘛唔那干那受刑人尔。矫正的管理态度，也佮有民众的眼光，嘛爱对咧进步，才袂判刑确定，但亲像轰拍入无间地狱，失去改革自身、甲重新出发的机会。